美國7月份嘅通脹按年上升2.9%，創3年幾以嚟嘅新低，亦都係低過市場嘅預期。石券新聞報道。美國勞工部公布當地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2.9%，係自2021年3月以嚟通脹幅度最溫和，並且首度回落至到3%以下嘅水平，亦都係連續4個月放緩。不過較市場預期低0.1個百分點，按月就微升0.2%，符合外界普遍預期。被指為聯儲局下個月減息提供進一步嘅保障。撇除食品同能源等價格波動嘅項目，美國7月份嘅核心通脹按月上升0.2個百分點，按年升3.2%，創2021年4月以嚟最低，都符合市場預期。聯儲局主席鮑威爾表明，需要有更多跡象顯示美國通脹持續放緩，局方先至會開始減息。但經濟師普遍認為，美國最快喺下個月中嘅議息會議之後宣布減息。除咗9月，外界普遍分析預期，局方將會喺11月同12月再減息，合共3/4厘。